此时就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单单的来仰望我们的神。诗篇62章第1节这样说：我的心默默无声，等候耶和华，我的救恩从他而来。只是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用赞美来感谢，我们用赞美来到主的圣殿，我们来敬拜他。此时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福分中有赞美你，有好的盼望。谢谢，谢谢，主你因我们前面的带领，主我们要感谢。亲爱的天父，主我们要感谢你，主啊，你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，来求你的怜悯与恩惠。主啊，你是慈爱、公义、圣洁、怜悯的神。主，你是充满着公正、公平、温柔、慈悲、信实与良善。主，我们到你的面前俯伏敬拜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差派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让我们跟神能够再次的和好，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主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将生命一切的主权都献在你的面前。恳求圣灵的保惠师此时临到我们当中，来充满我们，来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，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，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，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，你的宣召没有怀疑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。我的心不要忘记，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。此时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向着神来认罪，我们向神来悔改，我们将认罪的祷告摆在神的面前，恳求主宝血遮盖洗净我们所有的罪。有时候我们犯了罪却不自知，但是此时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将我们的罪来摆上，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在我们来你的面前，我们正与认识的不一样，主啊，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罪回到赦免，让我们因着罪没有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此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主，我们求你怜悯，主，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借着耶稣的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过。主啊，恳求你天天用你的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，在我们的灵里面来运行做工。
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，我们曾经犯的罪，或被我们忽略的罪，或我们忘记了的罪。主啊，没有带到你面前来求你赦免的罪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，审查我们的心思意念，鉴察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恳求你来试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意念，好叫我们来能够清心圣洁的来到你的面前。因你说人非圣洁，就不能进入你的国，见你的面。主，感谢主，虽然我们在软弱中，在不洁中，但主你的圣灵依然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自洁，让我们成为你所使用的圣洁的器皿，成为你圣洁国度的精兵，属神的子民。主，我们将一切献上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，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，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，你的宣召没有怀疑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。我的心不要忘记，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。此时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为了教会中的每一个家庭献上我们的祷告，也为了我们所知或我们所知道在病痛中的肢体来祷告。或许他们正遭遇到病痛的过程，或许他们是心灵软弱，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，在主的面前，求主医治的恩典就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，你是医治的神，你是大有能力的神。主，我们将这个不将教会和家庭献上你的祷告，求主你的光来光照我们教会，并且我们家庭为所有身体疾病、心理软弱的弟兄姐妹，主你一直带领我们全然的力量在你的身上，恳求你的慈悲我们的父神，主啊，求你的真光来照见每个富强的家庭当中，断开一切黑暗的权势的辖制，使耶和华的神成为这个家庭的敬拜的一个中心，全家人来敬畏耶和华，凡事遵循圣经的真理而行。即使在面对外在的环境的挑战，主啊，我们相信神你的应许依旧临到你的子民的身上，你要使他们蒙福，事事都顺利。这个家庭，所有的家庭必蒙神极大的赐福。主啊，我们是你拣选的儿女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此时也将所有身体病痛、心理软弱、忧伤的弟兄姐妹完全交托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恳求你医治的大能来医治。主啊，你是看顾人类、赐下安慰的神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患难中的避难所。每当我们受灾害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来到你的面前来求帮助得安慰。主啊，我们将所有身体软弱、病痛、心灵软弱的忧伤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用你荣耀的权柄来医治他。主，你圣灵与他相通，安慰他们，让他们胜过疾病的挑战，早日得到康复。主啊，我们特别为了所有疾病当中，或许他在做化疗、做放电疗的病患家属，或者是脑血管有疾病的弟兄姐妹身上，主啊，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，让他们有耐心与信心，有喜乐与盼望的心，来经过这一些艰难的时刻。主啊，我们将这些完全交托仰望在你手上，
恳求你的圣手来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。主，我们将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。我的心不要忘记，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。接下来，我们为了教会所有的事工献上我们的祷告，特别为了幸福小组即将来临的荣耀丰收的时刻，我们一起同心警醒祷告，也为了所有牧者团队、专职同工、牧区区长、小组长、团队首长，更重要是我们幸福小组的辅长，将那身心灵健壮献上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知道第5期我们有6个小组已经进入要收割的时期，所以我们更要警醒合一的祷告，求主看顾保守，让我们得着更多的灵魂，透过众人的祷告来让复兴的火来点燃在富强教会当中，让神的荣耀彰显在全地。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，我们一起互相守望来祷告，来斩除所有恶者的攻击，所有黑暗势力的反扑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同心合意的让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，主，我们求你来保守每一个幸福小组，每一个同工，每一位辅长，求你来感谢你，来赐下更多的力量，更多的恩典，带领在这个季节里，带领人会向你。谢谢你，谢谢这样的生命给我们，谢谢你，能够来这样的幸福小组。现在天父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要是说，我们将我们所有教会所有事工、幸福小组的事工，所有牧者团队、同工、区长、小组长，他们身心灵健壮，交托仰望在你的前面。主要恳求你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。主要在他们为主做工、传扬福音时，主要你就来圣灵引领他们，来斩断所有恶者的攻击。主要也特别为了下礼拜即将开始的特会，主，我们交托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这是你所定的日子。主啊，你要你的荣耀将彰显在这个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将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。主啊，我们也将今天2堂的聚会，我们第2堂的聚会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。主啊，恳求你的圣灵引领牧师在传讲的信息当中，主啊，有你的同在在当中，有你的圣灵在当中。主啊，你让牧师口里所说出的都是造就人、祝福人的话语，让所有的会众都能领受从你那来的能力。将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将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。此时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座位上来站立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，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，因你恩典使我乐意侍奉你，你的宣召没有怀疑，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，我的心不要忘记，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，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，我的心不要忘记，你如何为
奔跑不竭的力量，如鹰展翅，上腾翱翔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。我的心不要忘记，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。耶稣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在当中欢呼喜乐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建立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建立大声欢呼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好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得胜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建立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建立大声欢呼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好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得胜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好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得胜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再次我们来宣告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建立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建立大声欢呼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好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得胜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
神，我们再次来宣告高举得胜的旌旗，得胜的旗帜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相信你必临到我们当中，你让我们成为堵住破口的勇士。主啊，我们要所有的城池都抬起头来赞美你。众臣们，你要抬起头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。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起来欢呼赞美他，向神说举手称颂，地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于他。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起来欢呼赞美他。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，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。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主啊，你百姓真欢迎你。众臣们，你要抬起头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。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起来欢呼赞美他，向神说举手称颂，地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于他。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起来欢呼赞美他。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，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。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主啊，你百姓真欢迎你。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，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。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主啊，我们一起高举双手，一起拍掌来荣耀我们的神。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，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。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主啊，你百姓真欢迎你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，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。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主啊，你百姓真欢迎你。主啊，你百姓真欢迎你。主啊，你百姓真欢迎你。让我们再次来呼求。主啊，你百姓真欢迎你。哈利路亚！将全荣耀归我们天上的父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主，我们众百姓欢迎你，欢迎你君王宝座在这边设立。
主啊，你是配得荣耀、配得尊崇、配得赞美我们的主。愿这里你的宝座在这边建立，每一个你的百姓在这边看见神的荣光，看见神的恩典，也看见神的启示。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荣耀归给你，每一位主你的百姓都得着恩典，得着祝福，也得着你话语的滋润。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，来一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您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